因为咱今年去到花莲哦，这个小所在，那么这是花崇德的张简文师，这是宝光的这个赖秘书长，伊听到咱前几期呢，特别哦放下工作，特别来觐见前程，因为咱前程哦，伊的修持德性哦，甲伊的这个道行，会使讲，只要甲有社会人所有的切切，包括社会主呢，对伊是使讲非常赞。这就是咱现场求道记这个求道记就是甲咱讲，道的普传的印记相道好祈祷中有众生，他都比较有利。那么就是讲，在这阵大家未来的以前，咱爱赶紧求道，赶紧修道，咱才当相在起来，咱才当离开这路。所以呢，今仔求道了后，咱就当到通达。所谓通达呢，就是天上人间，顿时会当通达无际。那么一旦通达的方面，就是咱的信心，甲咱的观念很重要。所以学道如初，成佛成就。所以凡是咱得道者，咱今日研究到上天的至宝大道，咱应该上求佛道以外，该做一件上要的工作。什么工作呢？爱广度有情，下化众生。上句讲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。得到道了呢，会当甲这个道的好处，甲你的朋友、甲你的兄弟，甚至甲你的父母、甲你的同事广为宣达。唔通讲咱求道，咱成道结果咧咱的兄弟朋友大家好了面，安尼咱就无滋味啊。所以咱求道，凡是得道者，大道普传爱可能爱上求佛道以外，爱下化众生，并且以